英国《金融时报》昨时指出，讲北京以安全的考量，下令全面禁止中国公司买辉达的晶片，嘛针对辉达来进行反高占市场的调查。当个对川普做伙出访英国的黄玲分析表示，讲伊对中国政府的决定真失望。 根据《金融时报》报道，北京当局已经下令中国科技公司全面停止买辉达 AI 晶片，佮取消即卖订单。其中一只跳动甲阿里巴巴被要求停止测试辉达转回中国市场推出 RTX Pro 6000D 晶片，这可能让辉达伫中国市场营收减少真多。 真侪间中国企业进前嘛表示，会买数万个辉达采用上新 Blackwell 结构 AI 晶片组 RTX Pro 6000D， 开始甲辉达伺服器供应商进行测试。不过受到中国国家网信办的命令了后，这中国企业通知供应商停止测试。对川普去英国访问的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对中国政府的决定，承认感觉真失望，不过强调公司会对中国网络监管保持耐心。美联社报道，黄仁勋表示，打算伫英国国现，甲川普讨论上新的发展。金融时报引用消息人士的报道指出，中国网络监管机构更进一步禁止国内科技企业买辉达转回中国市场打造的一种晶片。被问到这份报道的时阵，黄仁勋表示，伊无特别的回应，不过补充。 加拿大的一个国家希望咱存在情形之下，咱才有可能服务迄个市场。中国政府指控辉达晶片有安全记录，表示可能加速美国欧盟暗示这个晶片伫关键领域强行互美方监控，或者是摕到敏感数据。另外，当局同时也针对辉达启动反垄断调查，证实辉达伫人工智慧高阶晶片市场的主导地位，可能妨碍中国企业自主发展。 进前，美国政府ban禁止辉达先进晶片出口中国，敢若温存较价规价版本输出。分析认为，中美科技甲晶片之争会进一步提悬，中国本土科技公司可能需要赶紧找出替代方案。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